这
谢大家平安。这点咱安静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敬拜。上帝啊，日时安有人俄勒在听候你，也要对你写所下愿。听人祈祷的主啊，见有血气的，拢要接近你。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即互人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即点，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220首。圣诗220首，万军的主，至圣的厝，万军的主，至圣的厝，是你徛起所在。主我上帝，你所困大，迄位我大意爱，请咱三个起立来吟。
了，咱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咱一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真仙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独阴府。第三日对圣中国活上天，那一全能的父上帝大平，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下面咱三个来启用，今仔日启看经节记载伫启用文49篇，启用文49篇，也就是以赛亚55篇，启用文49篇，记载伫圣诗的后壁面1089页。看到咱三个来启用，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面。恁若着开钱买袂食一个面。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面通食。趁会找着上主的时来。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那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过倒转。要互野种的有争气。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刺别的所在会发伤别。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以上，即粒咱三角额头来祈祷。阮的天父的爸，阮的主，我们感谢你。经过一礼拜寒冷的天气，互阮平安来到你的殿院来敬拜你。阮也要感谢你的眷顾，对年头甲年尾，你的目睭也随时看顾阮，互阮行过死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拢甲阮同在，你的管、你的肝，拢安慰阮。而过去的一年，阮领受你的恩典满满，虽然阮有时信心不足，毋过伫展望新的一年，阮犹原要恳求慈悲的上帝，你继续引带阮，互阮有较大的信心。不管伫工作上、生活上，还是伫教会事工上，你拢会当互阮有大的愿望，互阮充分体会到到你的恩典，教阮用，也互阮也做合你心意的人。伫新的一年，主啊，愿你带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进入丰盛的所在，看见异象，搁较明白
你的旨意，互阮的人生一切拢伫你的掌握当中。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拄啊开始，阮也要将家己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你亲自带领、看顾、甲保守，互阮的灵魂体形成，也帮助阮会晓保守阮家己的心，无叫阮拄着试探。尤其是即个科技的世界，日复一日的变化，也求主你互阮阁有较判断真假信息的智慧，免得阮受害。也只有亲近你，才会当得到平安。主啊，阮也要为着后礼拜要召开的好会来祈祷，求主你的引带，互阮伫你的名下所设立的西湖教会，一切所行所决定的，拢是照着你的旨意来行。来伫即个地方继续开拓福音，搁互较侪人来认识你。主啊，伫新的龙年要来，阮也要为着迎接新的一年，来为着教会来大拼扫。求主互阮共款有清气的环境，也有清气的心，互阮伫即背后来努力向前奔跑，用新的心态、新的感恩来迎接新的一年。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即只圣歌对赞美。享受上帝的话，下面咱们三个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4章第1节到30节。约翰福音第4章第1节到30节。好啊，本是新约部分129页到130页，白话汉语本是107页，现代中文译本是150页。显着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主已经在法利赛人听起耶稣招着学生，也甲因行洗礼，比约翰较济。其实耶稣家己无行洗礼，是伊的学生行伊，就离开犹太，搁去加利利，就对着撒玛利亚经过。对安尼到撒玛利亚一个城，名叫苏加。近雅各互伊的囝约瑟的地，伫遐有雅各的水井。耶稣行路前就安尼坐伫井边。迄时约日中昼，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来请水。耶稣甲伊讲，请互我啉，因为伊的学生已经入城去买米通来食。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甲伊讲，你是犹太人，怎样对我？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讨水啉嘛，是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耶稣因伊讲：即使你捌上帝的恩赐，甲对你讲，互我啉的是一水，你的确求伊，伊就用活水互你才节。妇人人讲：主啊，你无称水的器具，井搁深，对倒落有迄个活水啊？
阮祖雅各留即个井互阮，伊家己甲囝儿甲前生拢啉即个井的水，你敢比伊较大吗？耶稣因伊讲，啉即个水会弄买喙焦，独独囝若啉我所买互伊的水会永远袂喙焦，因为我所互伊的水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直直涌起来，到永远活。负责人对伊讲：主啊，用即个水互我袂喙焦，也免来搁远穿。耶稣甲伊讲：去叫你的丈夫才搁来。负责人应伊讲：我无丈夫。耶稣甲伊讲：你讲无丈夫是对，因为你捌有5个丈夫，但所有的毋是你的丈夫。你的话真正对。负责人甲伊讲：主啊，我看你是先知。20节，阮祖捌伫即个山敬拜，若是恁讲敬拜的所在，应该伫耶路撒冷。耶稣甲伊讲：负责人啊，着信我，时要到啦。恁敬拜爸，也无伫即个山，也无伫耶路撒冷。恁敬拜恁所毋知的，阮敬拜阮所知的。因为拯救是对犹太人出，若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即号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着用神用真实来敬拜。负责人甲伊讲：我知弥赛亚得要到，伊若到，要用一切的事甲阮讲。弥赛亚翻译就是基督。耶稣甲伊讲：我即个甲恁讲话的就是。迄时，伊的学生到，奇怪，伊甲负责人讲话，独独无人讲。你要啥物代志？也是讲你啥事甲负责人讲话？负责人随时放下伊的水盘入城，甲人讲来看。一人我并所行的事，伊拢甲我讲，即个总毋是基督啊！因就出城来就近耶稣。以上讲到今日牧师要讲的题目，心灵得着润泽，咱请牧师。好，弟兄兄弟大家平安。伫寒冷的天气，咱大家有缘组织伫礼拜堂来敬拜上帝。我想上帝的灵，甲伊的真理，拢伫咱中间。咱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实在感谢你，组织阮做伙来敬拜你。阮也用感恩的心来就近你，用谦卑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也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伫以下圣经信息的分享的中间，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直接听见你伫心中对阮讲话，也恳求上帝你。互阮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拢会当平平伫着利益，伫着造就。愿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下说咱讲会记即顶礼拜圣经的信息，咱所读的是约翰福音第3章，记载着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来见耶稣。今仔日咱所读的是第4章，其中有记载着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来甲耶稣有对话。这两个代志，真做非常强烈的对比，真大的对比。一个是受犹太人所尊重的宗教教师、宗教领袖尼哥底母。
另外一个咱今仔所读到的，是互犹太人看袂起，搁伫古代迄款父权社会，互人较看轻的妇女来甲耶稣对话。这两个人的身份会当讲，用古代用耶稣迄个时代犹太人的观点，是一个180度强烈的对比。搁较咱通注意的，就是宗教领袖即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的名，约翰福音内底有将伊的名写出来。但是咱今仔所读到的，即个伫井边抽水的即个法利赛，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咱福音书无记载伊的名。当然，对伫当时福音书所要写的对象，真有可能尼哥底母即个名是大家拢知的，所以伊提起。但是对伫当时的读者也是听众来讲，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可能提起伊的名，大家也无拄拄拢知。但是这搁较，互咱会当读到这其中真大的一个对比。然后尼哥底母，即个有地位、受正人，至少是受犹太人所尊重的尼哥底母，伊是暗暝、黑暗中来找耶稣。但是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却是伫大日头、大中昼的时阵。日时的时阵，拄着耶稣，这更较大的对比。咱知影伫暗时、黑暗中间去找人，这真有可能伊是偷偷去找，伊无望互别人看会到。然后，即个抢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人，耶稣甲伊讲话，这表示啥物？耶稣感觉讲，别人看到也不要紧。耶稣感觉讲，这毋是啥物通见笑的代志，但是对伫即个法利赛人、即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尼哥底母，伊选择暗时、暗暝去找耶稣，迄表示讲尼哥底母咧，可能也有考虑着讲，若别人看到要安怎，敢会影响到伊伫犹太人伫。尤其是法利赛人中间的地位，所以伊是偷偷过去找耶稣，这就真大的对比。其实撒玛利亚人，纯的撒玛利亚人，也是讲即个传统中间撒玛利亚人所游玩，差不多即马会当讲有700个人，现今搁伫即个。因所住的所在，因即个传统领域，伊遐阁有即个小小的族群。因到今仔日游玩每一年的即个犹太人的祭期，去到伫，应该讲以色列人，古代以色列人的祭期，到伫基利心山，伫遐来献祭，互耶和华上帝。撒玛利亚人是啥物人？就是咱知影，以色列王国后来分裂做北国、南国。北国游玩叫做以色列，南国的变做犹大，然后北边的北国以色列，伫主前公元前721年，互亚述帝国来消灭，然后因为因无家己的国家灭亡啊，所以咧，亚述帝国就系统性的将外族拢迁徙来到伫北以色列，至到遐的以色列人，煞甲遮的外族拢同婚，所以因变做伫系统来看，就是无顺的。因为因是北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
所以咧，因伫因认为的圣山、基利心山伫遐游玩伫遐来献祭，互耶和华上帝。啊，南边的犹大咧，主前580年，即个巴比伦帝国来消灭，迄是其他的代志。但是咱就知影，为虾米犹太人，咱知影南国犹大后来就是变成，就是咱叫因犹太人。犹太人看袂起撒玛利亚人，就是因为安尼，因为感觉讲因甲外族通婚，感觉因无伫耶路撒冷的圣殿来献祭，所以咧看轻因，感觉因是异端。啊，当然，遮个撒玛利亚人咧，因讲阮才是正统啊，阮的祖先国家分裂了后，阮叫做以色列咧。即个情形真深刻咯，就较亲像讲咱台湾用啥物？即个繁体字、正体字，啊，即个咧，即个真正的中国的，即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因用啥物？用残体字。咱讲伊残体字，因讲因是即个简体字，啊，当然，咱看简体字会感觉讲，安怎看安怎怪怪。啊，因看咱繁体字的，会来讲咱是死骨不化，但是咧，大家欢喜就好嘛，无需要看轻别人，无需要互相来对敌，好，但是甲耶稣对话了后，约翰福音3章所记载的这个尼哥底母，无错，伊开始渐渐。至少伊甲耶稣见面了后，伊知影耶稣有对天父上帝来的关联，所以伊是一个咱讲信人有上帝能力的人。但是伊阁毋知影耶稣就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所以尼哥底母感觉阁有真大的疑问，伊无因为安尼就确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撒玛利亚妇人人甲耶稣对话了后，伊的反应是啥物？伊转去伊所大的砖头，甲众人讲：我已经找到即个弥赛亚。这对比是真大。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圣经故事，真重要的一点就是伫井边来取水。咱知影，即个以色列人所住的所在，犹太人即个即卖的以色列，咱知影迄是沙漠的气候，真干燥。讲到大暑，其实前几冬最近搁较好。前几冬才是台湾，因为气候的异常，气候异常，所以咧，咱会记前几冬间毋是每一年拢欠水，甚至搁轮流停水、轮流供水。咱也有迄款的经验，咱应该已经体会会到欠水的感觉。咱会去迄当阵，甚至有时阵停水停久啊，结果安怎？咱去大卖场买迄桶装水，迄本来是迄啉的，但是咱无办法，生活一定需要水，用迄来煮饭。咱以前台北敢有安尼？我会记也无输进前是中部台湾的中部，迄当阵欠水欠到即种程度，就是变做讲你厝内需要煮饭，需要水，爱去买桶装水，转来煮饭。甚至到后来无办法，连桶装水，你洗手嘛用桶装水啊。搁来，咱也知影欠水的感觉，所以新闻敢是有报道，有真侪，尤其是非洲，也是伫南亚。真侪未开发的国家，因为欠水，
当地的人啉水是安怎？水搁安怎垃圾？甚至因知影垃圾水其实是对健康真无好，但是不得已有水啉就好，所以咧，搁安怎垃圾的水嘛是愿意来啉。但是咱想，咱看新闻内底的相片是安尼，咱若活伫迄款情景，无水。但是咧，佫需要啉水的时阵，我想咱也共款，无论水有偌无清气，有水通啉就好，有水通啉就好。所以咱会当知影，伫中东迄个所在，气候真干燥，但是咧，佫是出大日头的时阵，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却需要辛苦行来水边来抢水，咱就知影，迄个状况是真正需要水。若无咧，咱会当无日头的时阵较出来啊。哪有需要即个日正当中的时阵，煞需要辛苦来抢水？但是当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甲耶稣相拄，甲耶稣讲话了后，主耶稣是收拾伊一个活活的水。啥物叫活活的水？水迄流就清气，水迄流表示讲，即个水袂长。即个活水就是耶稣伊家己。为什么安尼？咱想想，一互人看轻的人，伊拄着耶稣，耶稣主动甲伊讲话，伊也知影，即个耶稣是上看轻阮的一群人，就是犹太人中间的一个。但是伊来甲我讲话，来甲我讨水啉。我想撒玛利亚妇人人伫耶稣就近伊，甲伊讨水的即个行动中间，伊所领受的是啥物？是接纳，是接纳。所以为什么当耶稣讲伊家己就是即个活活的水的时阵，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受到的感动会较大？但是讲到咱现代人，其实现代人普遍也拢是共款喙焦，但是咱的喙焦毋是身体的渴，要解身体的渴。电视广告讲运动饮料真好，咱的真正的喙焦毋是身体的渴，其实是咱心灵顶面的喙焦，心灵的枯竭。但是咱爱想，咱拢有即款心灵的枯竭，有即个心灵的喙焦，咱减会为着要止即个心灵的喙焦，煞滴到咱亲像即个相片内底的遮个可怜人共款，为着止咱心灵的喙焦，咱有水就好。咱无去分别即个水是啥物，就算是垃圾水，但是咱感觉有水就好。甚至咱用迄个垃圾水，想要来止咱心灵的喙焦，煞变成垃圾水充满伫咱的心中，咱心中拢是垃圾水。即个俗世的垃圾水是啥物？即个灵性顶面的垃圾水是啥物？个人的权力，追求个人的声望，想讲物质安稳，一切就改善，也是想要透过暂时的安全感，这就是俗世的垃圾水。咱敢有可能因为咱心灵喙焦，咱就变成垃圾水，有水就好，结果
遮个垃圾水，属灵的垃圾水，充满伫咱的心中。落去遐这，耶稣将伊家己手赐互咱，互咱喙焦的身躯甲心灵，亲像得到活水充满共款，互咱真正心灵无搁喙焦。咱若是初代的基督徒，应该就会发现，也是讲你的信仰有捌经过真大的改变，你就知影，伫你信仰改变了后，你真正认捌主耶稣基督，会听甲稳定了后，以前你所看重的物件，真有可能你即马感觉讲啊，我以前哪会遐戆去追求遐个无需要的物件。遐个拄则所讲，俗世的垃圾水。以前你可能用你全部的心思意念去追求遮个俗世的垃圾水，但是咧，你即马信仰有进步啊！你发现讲，哇，我认捌主耶稣基督了后，我体会到耶稣的疼甲稳定遮尔好了后。你发现以前你喺追求的物件，即马你来看拢无重要。所以圣奥古斯丁一个教会史中间真重要的一个神学家，伊捌安尼讲，伫伊的忏悔录中间，伊讲：上帝啊，你为着家己创造了阮的心灵无办法得到安宁。一直到阮会当伫你的内面，阮才会当找到安息。一直到伫你的内面，阮才通找到安息。有主耶稣做咱的救主，咱较真正会当伫追求俗世的垃圾水的中间，咱无搁去追求遐个，咱无搁看重遐个，互咱的心。清气，互咱真正得到平安。哦，这是原文啦，吼。伊翻译的时阵有小可来改变，吼，有小可安尼较顺，嘿。过来，咱看到，即个撒玛利亚人，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伊甲耶稣对话的中间，有一项事，互伊真深刻的改变，就是耶稣对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来讲出伊的婚姻状况。其实嘛，毋是婚姻状况，因为耶稣讲，你有5个翁，但是即马甲你做伙的，毋是你的翁。但是耶稣无，毋是谴责伊哦。耶稣是透过安尼，搁较互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知，讲虽然你个人的状况是安尼，但是我犹原甲你讨水啉，我犹原愿意甲你对话。但是耶稣安尼点出。互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煞会当知影、体会到，甲伊讲话的即个犹太人，其实是一个先知，也较正确的讲，伊就知影耶稣有先知的权柄，先知的权柄。咱知影先知的权柄是啥物？是宣讲。先知也知影上帝的意思是啥物，甚至先知也会当知影，才会看捌人所毋知的代志，但是伊有对伫上帝来的智慧，通看出别人毋知的。所以，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因为安尼。就知影耶稣有上帝来的权柄，
所以，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线接问耶稣，就是安尼，倒位才是敬拜上帝的所在？倒位才是敬拜上帝的所在？因为犹太人是伫锡安山顶面的圣殿来献祭，来敬拜上帝。但是撒玛利亚人是伫基利心山顶，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顶的圣殿敬拜。好，这个是即马锡安山甲基利心山。但是耶稣的回答是啥物？耶稣讲：妇人人，你着信我，时阵要到，恁敬拜爸，也毋是即个山顶，也毋是伫耶路撒冷，因为上帝是神，所以敬拜伊的必须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伊。落去兄弟，上帝是神，这是啥物意思？就是上帝通过圣神临到咱的生命、咱的生活的中间。所以咧，耶稣爱咱敬拜，毋是干那外表的行动，毋是干那礼拜的仪式，然后敬拜上帝，也毋是干那知识层面，就是遮个神学的教导有正确，就有教养，毋是。咱敬拜上帝更较重要的，是爱会当活出正直、诚实、甲真实的生命，也用安尼来过咱的生活。这就是用心、用神、用真理来敬拜的意思，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的意思。佮煞只，约翰福音也有记载。当然，耶稣甲撒玛利亚妇人人对话的时阵，耶稣的门徒去城内去买食物。因转来了后，因看到耶稣甲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讲话，因感觉真奇怪，无错嘛吼，犹太人。传统中间是看轻撒玛利亚人，啊，今仔日耶稣对话的对象，佫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对伫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竟然耶稣甲一个查某人，啊，这个查某人佫是众人所看轻的撒玛利亚妇人人。哇，当然耶稣的门徒迄当阵感觉真奇怪。也有可能撒玛利亚的妇人人，伊心中也知影，安尼别人转来啊，所以即当阵爱停止对话啊。但是即个撒玛利亚人已经得到答案，所以伊将原本抢水的水房就放伫遐，伊是为着抢水，为着有水啉，来到井边来抢水。但是伊得到伊爱的答案了后，即当阵，迄个实体的水已经无重要啊！伊已经有得到即个活水，即个活水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耶稣甲伊对话的即个经验，以及伊知影即个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伊马上返去伊所住的所在，将伊所知影的代志，甲众人讲，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的即个好消息。这是对伊来讲，比井里抢水所抢到的水，搁较重要的事。所以伊甲众人，伊甲伊所住的所在的人来分享，来讲伊所经历的事，并且安怎邀请因家己来看。邀请因家己来看，这也共款。
咱读到耶稣呼召门徒，敢是门徒甲耶稣相拄了后，因的反应是啥物？去甲众人讲，然后甲众人讲了后，因讲啥物？来看撒玛利亚妇人人的反应，敢是共款？所以有人讲，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的故事，其实甲咱讲一件代志，就是耶稣的女门徒。第一个是啥？会当讲就是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因为伊用行动，伊的行动甲耶稣12门徒是一模一样。伊将伊所经历的，甲伊身躯边、厝边头尾来分享，然后甲因讲：恁无相信哦，安尼来看，来看卖。众人就对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来见耶稣，然后耶稣安怎做，就留伫因的中间，做伙住2天，来看来看，安尼来看即个人，伊平常时是啥物形，因来看就好。敢是甲耶稣呼召门徒共款，才会初初，互耶稣来呼召的门徒，要求啥物？甲耶稣做伙住。看人讲啥物迄简单啦，但是咧做伙住你就知，伊的习惯是安怎？伊平常时食饭是啥物型？然后咧生活是啥物型？咱讲身教比言教更好，言教不如身教，就是这个意思。耶稣也同款，所以撒玛利亚妇人人邀请伊所住的所在的人来见耶稣了后，耶稣就甲因住2天，伫遐 long stay 2天。所以咧，就证明讲，即个袂困到，袂暗时啉酒，第2天困到10点，不爱开会，不爱开市政会议，听其言，观其行，什么款的人是适合做领袖，对遮就看会出来。耶稣用伊的行动也通过这个考验，人就知影讲啊，这真正是比赛啊！伊袂规工啉酒，早起无爱上班，伊袂暗时拍麻将，然后咧第2天开会无爱开，就毋免去甲伊罢免。好，所以耶稣离开遐了后，遐个人就对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讲：即摆阮信啊，毋是因为你的话，是阮亲心来听去，知影这真正是救主，是拯救阮的。阮信毋是因为你的话，是阮亲自听去了，阮知影这真正是救主。所以咱讲撒玛利亚妇人人会当讲传基督福音的先驱者之一，伊所做的就是恁来看，恁来看，这就是耶稣书强调的一项代志。咱兄弟姊妹，敢会当有即个信心，有即个意愿，来甲你身躯边的人讲，来看卖，来阮教会看卖，来阮聚会看卖，也是讲咱即句话讲袂出来，感觉讲阮做无好咧，感觉讲阮安怎，感觉讲啊，来了后若安怎会安怎，所以就毋敢讲，毋敢分享，毋敢去招。所以耶稣一直强调，咱教会即摆爱做的是啥物？咱将咱的聚会来尽量。来，即个较步来，互咱的教会较步来，去想遐个真侪活动，开真侪，讲真侪钱落去，办真侪活动，无拄拄迄是
咱即马教会伫有限的人甲有限的资源，应该爱做的。咱爱做的是营造咱即个环境，大家入来了后，带会牢。人入来了后，带会牢。咱用安尼来思考，咱教会到底爱做啥物？毋去想讲啊，别间教会做啥物啊，咱敢莫也来做。别间教会安怎，咱也来做。每一间教会拢无共款，每一间教会的资源类型也拢无共款，每一间教会拄着的问题拢无共款。但是，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就掠掉即个传福音上重要的代志，就是来看来看，因为伊有即个信心，你来看到的绝对是上好的。你来看，你所经验会到的是上宝贵的。所以，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诚做咱甲人分享上帝的听甲恩典的时阵，上好的一个模范。咱爱做的，就是邀请咱的亲人朋友、咱的厝边同事来看，来看就好。我讲无够，来看。你家己来看，家己来经验。我讲偌好拄偌好，你若无来看，这也是无效的。因为耶稣基督会互因亲身来拄着，并且经验会到，来得到耶稣亲自来收拾因性命的活水。只要因愿意来担即个活水，即个美好活活的水，因就会当明白耶稣就是咱的救主。留意下这，每一个人来找求信仰，其实咱拢对伫无共款的家庭，咱的成长背景拢无共款。咱每一个人个性也无共款，但是人来找求信仰，不管是啥物种族，不管是啥物款的社会背景，无论是查甫查某，是好野是善邪，其实众人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咱心中对伫咱的心灵。拢有枵甲喙焦，但是咱每一工拢需要一个来看的行动，来看的行动。咱家己来看，咱也邀请众人来看。咱爱每一工活伫上帝听甲恩典的中间。咱每一工，咱时时刻刻拢爱对伫上帝迄个永远袂干的水井中间。来享受迄个生命的活水，因为就亲像耶稣来就近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来共款，咱就算讲咱的心灵有真侪的喙焦甲枵餓，咱的心灵是枯竭的，耶稣拢愿意将伊迄个活活的水，互咱的生命。重新得到活力，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实在感谢你，因为你无看阮的出身背景，你也无因为阮心灵的欠缺，你就来甲阮亲近。你是充满疼甲恩典的主宰，你也意爱阮亲近你，来得到迄个心灵的满足。但是主啊，阮伫家己来认捌你了后，阮家己得到即个活水，阮也爱将即个美好的经验来分享予阮身躯边的人，互因白白来体验到有主你的救恩，
愿心灵就袂喙焦。所以主啊，大声求主你，互阮有迄个渴慕的心。当阮感受到心灵欠缺的时阵，阮大声来称赞你。愿也求主你，互阮有亲像撒马妇人人同款的信心，将主你的美好来分享互阮身躯边的人，也甲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同款，即款的热情，愿意向众人，尤其是遮需要的人，来对因讲：恁来看，来做伙看，来做伙享受主你的同在，来做伙来体会，伫主内有兄弟姊妹，伫你内面，阮是充满疼。主啊，恳求上帝你也带领阮，拢是愿意来分享你的道理。即个宝贵的道理，会当互众人来得到利益。恳求上帝你也看顾阮的教会，伫阮的福音事工的顶面，赐互阮有迄个单纯的心，就亲像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共款，来将福音带到伫阮身躯边遐需要你的人中间。恳求上帝你看顾阮，带领阮。我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接咱三甲来吟回应的圣诗153首，圣诗153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我听耶稣的声讲明，恁踮伫即世间，既若劳苦来我面前，逐人会得到平安。我听伊讲，心就欢喜，随时就去找伊，心就平安，快乐得意，永踮耶稣身边。咱三甲起立来吟。
请坐。下面咱要来奉献，咱请有用技术甲秋梅执事来书献。下面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咱来看加这边的部分，报告事项第一项，小会公告，本会2024年会员好会，要定于2月7日，主日礼拜了后召开，请本会陪参者出席，兄弟姊妹核对迄个职在人才的会员的名单，当天无法度出席的，请一定要甲叶牧师也是名誉长老来请假。会员的部分，咱请咱家己看。第二，今仔日主日礼拜了后要召开要举行全教会的大扫除吼，要拆除遮的圣诞的布置。那请咱教会兄弟姊妹。礼拜了后留步咱较侪人参与吼，咱的时间就会较紧吼，会当真紧就甲遮个遮个布置吼，真甲整理干净安尼吼。第三，本会草会班春季班吼开始报名，时间是3月到6月每个月第一礼拜六上午10点本会张老师来亲自指导学费全免敢若要收材料费请教会兄弟姊妹踊跃来报名，也当鼓励大家邀请那个亲朋好友做伙来教会学习插花第四后主日礼拜甲后会题目。是你要痊愈吗？经文是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到15节。圣诗是193、153到391首。经文是第6篇。过来，咱来看倒边的部分。教会聚会活动，主日礼拜上午10点，圣歌等于练唱主日上午8点45，早间祈祷会，拜五下晡7点半。茶会咱就。3月开始要有迄个插花班是每周拜六上午10点。早间祈祷会读的经节的部分是创世纪47章27节到48章22节。过来，咱来看边的部分，圣港事奉即礼拜招待是邦师兄甲春英节，插花是牛长老，清扫是玉兰姐。后礼拜圣港事奉的部分讲道是叶牧师，书会是牛长老，书会是牧师娘，领唱是牛长老，书献是玉洁执事甲我本人，招待是素琴姐甲槟榔兄，插会是秋梅执事，清扫也是秋梅执事。下面奉献的部分有出入的，像甲我也是甲秋梅执事来更证吼。过来，咱来看正小平
这部分金句，我用台语汉语本来读一遍，大家用台语汉语读2遍，华语读1遍。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来，咱大家来念。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用福音3:24节，咱游完大家这里吼，咱互相请安问好。平安。好，过来咱三角来念上个圣诗395首，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会，拿得洗清。咱三角来起来念，唱煞了后，请牧师祝祷。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的眼光变照恁，让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阿门。